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肥咕碌。今集呢都繼續會嚟到貴州嘅青岩古鎮、定廣門嘅小長城，同埋去到黔靈山公園睇熊貓。呢度呢仲會有馬騮。事不宜遲啦，咁我哋繼續講今次嘅行程啦。第3日嘅朝頭早9點呢，食完早餐，我哋就坐旅遊車出發。10點半嚟到呢個路口，準備行入去青岩古鎮。沿路都會見到啲粟米啦，有啲古舊嘅民房啦。行咗15分鐘呢，我哋就差唔多到啦。我哋見到黃媽媽，去到古鎮呢，都見到有到青岩吃豬蹄黃媽媽，其實係當地嘅老字號嚟嘅，亦都係賣青岩老豬腳，俗稱狀元蹄啊，係呢靈魂美食嚟嘅，絕對唔可以錯過㗎。嚟到10點50分，我哋終於嚟到青岩古鎮嘅入口啦。咁側邊呢都會見到苗族服飾啦，俾遊客嚟到呢一度呢可以 book 佢化妝影相，而且呢好多旅遊店呢都會有呢個服務。至於青岩古鎮呢，其實就係貴陽市一個國家5A 級嘅旅遊景區嚟㗎，超過600年嘅明清軍事古城歷史。穿過商店街之後呢，嚟到南入口。11點左右呢，我哋就嚟到定廣門城牆，又俗稱小長城。爬上呢好陡峭嘅城牆呢，就可以俯瞰晒成個古鎮嘅全景㗎啦。今日呢難得撞到好天氣啊！學導遊話齋呢，貴州呢天無3日晴，今日都俾我哋撞到好天氣。同時間呢，其實嗰日好熱好熱，出咗好多汗啊！面前呢個就係定廣門啦，穿過去之後呢，就可以去到古鎮最出名嘅精華路段啦，叫做背街。穿過牌坊呢，我哋就到咗一個商店街先嘅，見到有賣狀元蹄嘅鋪頭，仲有冰糖葫蘆。頭先都有講過呢，呢一度最出名嘅呢就係狀元蹄啊，即係豬腳啊，所以好多鋪頭呢都有賣㗎。不過呢，我就冇特登買嚟試啦，因為陣間晏晝呢都會有得食。另一邊呢，又會見到苗服旅拍，真係好多旅遊區呢都有呢類店鋪，大家有興趣呢都不妨可以買佢嘅服務，影輯靚相留個回憶。時間嚟到11點搭2，我哋嚟到周恩來父親陳居地呢度呢，要額外買飛先可以入內參觀㗎。之後呢，我哋就去到背街，係古鎮呢最出名嘅精華路段嚟㗎。成條巷呢都由一層層嘅片石砌成，而地下嘅青石板路都係好靚㗎，經過幾百年風化。嚟到慈雲寺呢度呢都係值得參觀嘅地方，仲有萬壽宮，佢哋呢都係明清古建築群，可以感受到呢當年江南科舉嘅文化啦，同埋建築工藝㗎。見到紮染嘅鋪頭，同埋辣多年。係賣唔同嘅醬菜，仲可以免費品嚐。咁如果啱嘅話呢，仲可以送貨。嚟到天主堂呢個小鎮呢，係好神奇咁融合咗佛教、道教、天主教同埋基督教嘅，所以喺呢一個小鎮呢，可以見到中西交融啊，又有教堂又有寺廟。另一邊呢，仲有民宿。然後呢，導遊都俾咗自由活動時間，我哋陣間1點鐘呢就去到餐廳集合。咁而家呢，我哋就隨便入咗一間雪糕店食雪糕，因為真係天氣太熱啦，都唔想周圍行啊，而且呢，人都好多。唞到咁上下呢，我哋就預返時間行出去南入口嗰邊，去餐廳同導遊同團友集合食晏啦。1點05分，我哋去到城南舊市，
食團餐，補充返啲能量。今餐呢，有最著名嘅狀元蹄、蒸魚、白切雞、青岩米豆腐、洋芋粑，即係薯仔炸餅，有啲似可樂餅咁樣嘅炒菜、紅糖糍粑、豆腐丸子。佢其實咧係一個空心嘅豆腐丸子啊，有種臭豆腐嘅感覺。糕巴稀飯係用藕粉打底，口感咧好濃稠，好甜糯啊，仲有啲玫瑰餡料。2:05，我哋坐車出發去黔靈山公園。天氣非常之好啊，冇記錯呢，嗰日都有成28度。其實呢，行多陣都會流汗噶。嚟到貴陽市嘅雲南區，我哋坐咗1個鐘左右呢，就到呢度啦。呢度成日都係賣酸湯魚。沿路一住跟住人群行入去，前面有個好大嘅牌坊。終於嚟到黔靈山公園嘅牌坊下面，左手邊呢有個綠色通道，我哋呢跟團嘅話就係由呢度行入去噶啦。沿路見到有湖，頭先呢我哋就喺南門嗰邊行入嚟嘅，一路往前行。沿路呢仲見到有人喺橋上呢表演，沿路呢都有啲警告標誌呢提示你呢度係有馬騮噶，唔好亂咁餵啊。麒麟洞係有岩溶地貌特色，同埋抗日期間呢愛國將領張學良都俾人關押過喺呢度，有啲歷史遺跡嘅。沿路有汽水機。一路向前進發去揾熊貓館，沿途呢會見到手信鋪。導遊建議呢，其實最佳嘅觀賞時間呢都係下晝2點至4點呢啲時間嚟到啦，因為呢個時候呢好多猛獸啊或者係動物呢都瞓醒會出嚟活動噶啦。不過提一提呢，呢個動物園呢4點半就會閂噶啦，記得提早嚟到啊。同埋入園區呢都有好多路要行噶。你見我哋去熊貓館要行咁多樓梯就知啦，所以呢，一定要帶電風扇、水，得閒休息下，補充體力先再繼續行。即將行到去熊貓館啊，睇下啲牌先，佢會介紹下熊貓點解咁可愛。有一隻呢叫海濱嘅雄性大熊貓，2010年出世，佢係喺日本和歌山白濱野生公園出世噶。喺2017年呢返嚟中國嘅，好多人圍住個玻璃舉高手機係咁影，同埋呢度呢係冇冷氣噶，所以呢都係有啲熱。面前呢一隻大熊貓呢，相信就係海濱啊。見到入邊呢，佢都不停喺度咬緊竹，冇停過。入邊呢，我見就得佢一隻。側邊呢，有少少玩具同埋水池。咁啱呢，嚟嘅時候係7月、8月呢啲時間啊。咁海濱呢，就係8月11號出世，差唔多生日啦。面前呢一隻大熊貓呢，相信就係星寶啦。佢係一隻雄性大熊貓，2013年出世，係喺西班牙馬德里動物園出生噶。咁佢呢，2017年都一樣，好似海濱咁樣呢，返嚟中國啦。果然呢，4點呢啲鐘數呢，熊貓真係出咗嚟食嘢啊！兩個都一樣不停咁咬竹，然後嚟到小梅灣隧道。趁呢佢未閉園之前呢，把握時間去埋動物園睇下其他動物。
穿過呢條隧道呢，我哋就會去到動物園噶啦。說時遲那時快，我哋剩翻最後15分鐘。喺呢邊呢，我哋會見到有唔同嘅馬騮。他想要反過來了。不是啊，哎呀，還沒拆過來的嘛。佢哋全部都坐住喺呢個閘口位，唔知係咪準備翻入去休息呢？之後呢，我哋去到百鳥園呢邊呢，有個天鵝湖，可以睇到呢成班大天鵝、黑天鵝，或者呢有啲鴨仔啊喺個湖度暢泳嘅。然後呢，我哋要趕喺閉園之前呢出返去同導遊集合啊！沿路呢都見到啲馬騮行咗出嚟。原來呢都有工作人員呢沿路會餵佢哋㗎喎。然後呢，我哋就搭旅遊巴去今晚食飯嘅地方。沿路呢見到呢啲高架橋啊，其實真係有啲畏高。仲要嗰排呢係颱風嘅季節呢，見到小紅書上面有一啲呢話高架橋冧咗，諗起都驚啊！今次車程呢搭咗差唔多2個幾3個鐘。終於嚟到我哋今晚食飯嘅地方啦！好彩呢，車程中間都有啲休息站，可以去個 toilet 食少少嘢。時間嚟到8點鐘，我哋嚟到麥蘭餐廳。佢個門面呢都裝修得好堂皇啊！通常去到團餐餐廳呢，都會見到呢個牌，熱烈歡迎呢永安旅遊嘅貴賓。呢度啲裝修呢都係好靚，仲有啲水墨畫，中間呢仲有盆景。今日咁熱，仲行咗咁多路，一定好好胃口啊！今餐呢有煎蛋啦，隔籬呢盤呢係雞嚟嘅，愛嚟配翻呢酸湯魚、風味火鍋嘅，仲有豆腐同菜、炸饅頭片、醬香滷水鴨、麻婆豆腐、炒粉絲、酒釀蒸南瓜、炒菜。呢碟就唔係好知係咩，應該係魚嚟嘅，粉絲魷魚。半個鐘車程嚟到9點25分，嚟到希爾頓寬頻酒店。呢個大堂都好光猛，一如以往呢，我哋喺度等導遊派發房卡。與此同時呢，都睇一睇呢一度嘅環境。呢一邊呢有吧台，中間位置有張長台、梳化，俾住客休息。另一邊呢仲有啲自助飲品區，有橙汁、熱水、茶包等等。今晚呢，我哋入住1311號房。入到去玄關區呢，會有衣櫃，左邊呢其實係廁所嚟嘅，有塊鏡、電視。今次呢，我哋住雙床房，隔離呢會有個水吧區，下面有個細雪櫃。配備咗2支水，窗邊呢有個小梳化休憩，窗外呢就係對住大馬路啦。導遊話呢度附近都比較荒蕪啲，冇乜嘢食㗎。不過呢，其實都見到有2、3間小攤檔喺酒店出面。
床嘅旁邊呢會有插頭，USB 插頭都有。床頭燈，仲有驅蚊器。兩張床嘅中間呢會有燈掣，控制開關電視、遙控器同埋電話。床嘅另一邊呢都有插咗，仲有 USB 插頭，一樣嘅配置，叉電就唔使兩頭騰啦。仲有張躺椅，側邊呢就放咗酒店嘅拖鞋。電視隔離呢仲會有個書台啊，俾你做少少商務。台頭燈有唔同嘅光度調節、方向。書台都有做到插座，非常之方便。LCD 電視，右手邊呢仲有行李架，俾你擺放個人物件，少量嘅櫃桶儲物。有啲酒店嘅單張啦。嚟到浴室啊，一個星盤，塊鏡呢都有光圍邊，相對比較光猛啲。有啲基本嘅梳洗用品，牙刷、梳、浴帽、潤膚露等等，洗手液、化妝鏡，下面呢仲會有風筒、浴巾同抹手巾。左手邊呢就有淋浴間，右手邊呢就係坐廁嚟嘅。淋浴間嘅空間，左手邊呢就有沐浴露、洗頭水同護髮素。坐廁嘅位置都好光猛。今集就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嚟緊呢仲會有 Day 4同 Day 5，我哋會去西江千戶苗寨同埋甲秀樓。如果鍾意嘅話，可以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comment 同埋撳埋個鐘仔。我哋好快有下集嘅內容㗎喇，拜拜。